台湾陆空号一开始即阵，已经市场热清的人来，要打造台南成为适合做梦、干活、恋爱、结婚的理想。进一步嘛，希望黄伟霆做市长已经第二届、第二档啊，要听看伊想要互台南人什么未来。你已经做第二届市长，做第二届、第二档啊。啊，你未来阮要期许互台南市民是啥物？希望讲，伫我阵来会当甲即个任期做完吼，两年落来会当互台南国家发展。那像议员你所提出过去咱的目标吼，即个目标会当离目标愈近。如果你讲一个完美吼，一个100%目标是我们努力的，但是离目标越近越好。黄市长讲伊民众所要伊的为建设目标，毋过陆议员却考试理想是做梦无毋对，毋过现实却是做案。来讲到台南限伫88千路早光电顶治安的阴影。会中嘛进一步关心现在诈骗猖獗，毋过这个研考会智慧发展中心规年烫天软体预算上亿，却无裁掉主动诈骗，讲明知违法却无法度表达痛心，要求市府不只是宣导利益，一定要想办法伫歹徒通行的时，就先主动犯罪。咱收到的手机啊，遮尔啊济，我们都知道它是诈骗的。咱无才调人处理，无怪人，这些诈骗的这组织，在我们台湾这样子肆虐，我感觉有够咸的啦，足离谱的啦。研讨会我请教一下吼，恁有法度人讲像讲你们每一年的一些预算内面。恁的这个软体内面，你们那个会当截止，会当先去处理家那个什么，这个诈骗的案件，提供出来给检察局嘛，要安怎处理啊？有裁掉无？报告议员，其实，在防诈这个部分，我们研考会也有跟警察局来合作，共同宣传。那我们提供市民上网这部分，也教导民众怎么去防诈啦。我们自发中心有这么做了。刚刚讲，这个部分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执法的功能，一部分宣导。宣导是咱地方政府当做执法的部分，因为咱是通讯自由的国家，咱无法度讲你让你通讯的时候，咱就讲炸断、讲屏蔽掉，咱无法度。为了警察局嘛说明，台南去年主动诈骗有2600件，金额超过10亿，成效已经是6都第一。同时，研考会强调，向中央所争取资讯安全的方法预算，主要是防止骇客侵入甲个人资料外漏，嘛要求所属的机关用政府专属的监视系统，避免民众陷入诈骗。台南新闻，阮籍林英根采访报道。